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叫 KK 啊，推薦一個樓盤啊，要新淨啦，要有配套啦，環境要唔錯嘅。嗱，今日咧 KK 帶大家睇一個非常之多香港朋友仔中意嘅項目啊，佢就位於火炬開發區嘅紅水一品啦，就而家我所在呢個單位啦。咁首先點解會推薦呢個項目咧？大家可以俾大家睇睇下，而家大家出邊見到嘅咧紅白色外牆嘅呢個咧係佢哋嘅一期，二期咧。就係前邊嗰啲稍微啲玻璃咧光少少啊，嗰啲新淨少少咧，嗰度就二期。但係無論一期二期啊，成個項目咧，佢係21年9月份先開盤嘅，即係到而家為止最舊嗰套樓都係唔超5年嘅時間，保養得係非常好。第二點俾大家睇睇，樓下呢個位置咧見唔見啊？嗰度有泳池啊，呢個咧係佢哋嘅會所配套，而且咧而家係已經運營咗幾年㗎啦，亦都係非常成功一個會所配套。泳池咧有室內泳池啦，有室外泳池啦，有兒童池啦，健身室嘅器材亦都非常好，保養得非常之唔錯，所以係非常匹配到我哋嘅香港朋友嘅。另外，從呢個項目出發，我哋僅只需要開車大概5分鐘左右嘅時間，佢就可以去到富日城啊，所以生活配套亦都一應俱全。好啦，咁點解今日要帶大家睇呢套房？因為佢哋而家搞開活動，搞特價。總價只需要150萬左右就可以擁有今日呢套118平方嘅單位大三房，同時再加幾千蚊就可以實現拎包入住，全屋嘅家私電器送齊俾你。好，咁而家就跟我嘅鏡頭，大家一齊嚟望一望。首先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呢套118平方嘅單位咧，佢係一套大橫廳嘅戶型啦。大橫廳嘅開間去到幾多咧？大家可以睇睇啊。一塊呢啲標準嘅磚咧，大概就係80公分嘅。咁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將近8塊磚，即係去到6.4米嘅開間。嗱，橫向都好長噶，1.2米一塊。嗱，呢度都去到將近4米嘅開間噶啦。好，入嚟睇睇廚房嘅話咧，就唔算好大，但係都夠用噶啦。單開門、冰箱呢啲咧3件套全部送齊俾你噶啦。基本上咧呢個廚房就唔使點喐佢。咁啊，再過嚟睇睇先。入邊咧一共係有3個房間嘅，咁每個房間嘅空間尺寸咧，因為佢嘅面積有翻咁大啊嘛。衛生間差啲唔記得同大家講啊，衛生間呢啲都係交付標準，因為佢嘅總面積有翻咁大，所以佢每個房間嘅空間都係 OK 嘅。嗱，你睇採光啊，一啲都唔差啦。最後嚟睇下你個主臥，主臥咧就套間房啊，呢啲就常規配套啦。但係最主要想同大家介紹嘅係咩咧？就係佢呢個景觀啊。而家佢賣開呢個樓棟咧，當年3棟4棟咧係唔開售嘅，原本諗住咧等深東通道通咗之後咧，價錢高啲再賣，點知而家呢個時勢咧價格反而回落咗，反而就係用更加低嘅價錢可以買到更加靚嘅景觀。南向望出去完全無遮擋，遠處咧仲可以望到少少山景添。咁今日呢套房118平方，只需要150萬左右，可以實現全屋拎包入住。今日呢套房你心唔心動呢？